位街坊望過嚟啊！今日帶你嚟睇嘅呢一個屋苑，最高公寓時賣緊70萬套嘅，而家直接對半劈36.5萬嚟咗攞低一套單位啦，我就送埋你車位以及全屋嘅家私家電，真正做到拎包入住啊！而且咧，屋苑樓下就有大型嘅綜合體啊，包括麥當勞啦、超市啦、電影院啦、KTV 啦、奶茶鋪、餐飲鋪，一應俱全啦。咁事不宜遲，即刻同佢上去望望個單位先。OK，咁我哋一齊嚟望下呢套360尺嘅單位。入門口咧，呢個位置咧做咗個洗手間嘅位置嘅。咁啊呢邊咧可以擺張2米大床啦，呢邊可以整翻個床頭櫃。咁行翻嚟呢邊，呢度可以整個工作台嘅。咁呢度咧就係一個開放式嘅細廚房，呢度做個生活露台可以擺洗衣機啦。咁呢個屋苑咧，每個月收租1500蚊，總價36.5萬啊！呢度翻人工島15分鐘咋，所見即所得，精裝送埋全屋嘅家私家電俾你。有興趣嘅朋友仔，評論區留言攞資料啦。